讲到这中国最近和日本呢，因为这个外交的问题，大家是互相伫遐呛声。最近佫再因为这战机雷达光的问题伫遐对呛，中国就讲呢，进前就公布辽宁号是这训练海空域的这个范围，是日本战机家己装入来的，也讲开雷达呢是正正常的代志。日本也批评中国拢是在乌白讲。另外呢，这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是批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挺台湾的言论，佫再讲呢，这历史文件有写到台湾的地位互锁定7届。因咱的外交部是强调讲，锁定几百届，唔是就唔是，袂变做是真正的。中日最近因为战机雷达照射风波交手，对日本的抗议，中国回应事前已经公布辽宁号航母编队训练的海空域反控是日本战机擅自弄入。国家表示，南载机训练的时开启搜索雷达是真歹看，也毋过日本佫一摆反驳。自衛隊は安全な距離を保ちながら対力侵犯措置の任務に当たっていたと。一般に安全確保の観点から周囲の捜索等のためにレーダーを用いる場合であっても、不測の事態を避ける観点から今般の事案のような形で断続的に調査するってことはないわけです。日本内阁官方长官吴冠霖指出，攻击南方性的雷达照射真危险，而且根据日本公布的辽宁号航迹测量司法迄时，两过中国海峡了后，无像以前直接进入西太平洋是一路沿琉球群岛东边往北，互辽宁号离日本本岛搁较近。同时，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见访问中国的德国外长瓦特夫的时，佮提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造成严重危害。王毅从历史、事实和法理角度深入阐述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中国外交部官方发布，王毅会中谈论台湾议题的详细内容，包括引用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讲台湾的地位已经互确定锁定。对此，咱国外交部严正回击。中方他所谓的锁定，实际上应该可以解读成他持续惯性的扭曲相关的国际文件，并且呢只说对自己有利的地方，其他不服中方立场的呢则一概否认。如果是这样子的锁定的话，即便是锁定了700次或7000次，也不会成真。另外，纽西兰国防部罕见释出，在1月初通过台海的海军上大军舰奥特亚罗瓦号相关记录，公布迄当时和7只中共军舰全程跟踪，记录一张相片，翕到咱国海军成功号顺风舰伴随护航纽西兰军舰的画面，而且分析这是台纽反制强军典型的合作信号。公司新闻采访报道。